人，讲2句你就走得了。我就爱记咩？你要为中医也做教师的哈？佢真经对我同好，还记得假用时，我爸报酒店，我只要无奈去，就只有去学校。佢唔但抢输了我，然后我才跳那么做泡面本我食，还会本我钱呢。事情上对我真经动温柔。佢都高興嘅，溫柔，佢家下嘅樣相又溫柔哦。我知啊，失禮啦，我唔會講相機嘅，真經嘅啦，唔好講出去好冇？你真經有騙呢？考好再說咧，我唔會講插佢，唔咩係，好冇？葱腰，葱腰，葱腰，重要，重要，重要。身體康健係真重要嘅，平常就愛好好保養。身體康健係真重要嘅，平常就愛好好保養。身體康健係真重要嘅，平常就愛好好保養。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平時就要好好保養。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平時就要好好保養。身體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平時就要好好保養。杯米，杯米，杯米。後面，最後，事後。後面，最後，事後。後面，最後，事後。野故事結局真經談唔到，天出愛看到杯米爭杯底。野故事結局真經談唔到，天出愛看到杯米爭杯底。野故事結局真經談唔到，天出愛看到杯米爭杯底。这故事的结局真的意想不到，一定要看到最后才会知道。这故事的结局真的意想不到，一定要看到最后才会知道。这故事的结局真的意想不到，一定要看到最后才会知道。警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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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警告。佢接上啲停車場亂抌垃圾，本管理員警告佢下多。佢接上啲停車場亂抌垃圾，本管理員警告佢下多。佢接上啲停車場亂抌垃圾，本管理員警告佢下多。他經常在停車場亂丟垃圾，被管理員